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伫美国奥兰多所举办的2023啦啦队国际杯的比赛，咱台湾的啦啦队摕到男女混合上高级这组的冠军，也毋过颁奖典礼竟然是来播送着中国的国歌，咱的团员拢人气，这个领队嘛随着出面来制止。这个时阵，观众甲其他国家的选手嘛大声一直喊台北台北，就是台北台北，你甲咱这个台湾加油斗战声。主办单位则来改播着台湾的国旗歌。但是其实这中国并无参加这场的比赛，安怎会混着去呢？嘛引发着热烈的讨论。颁奖典礼会场放送台湾国旗歌，荧幕显示中华台北旗啊，台湾小将伫咧舞台中，甲大家致敬敬礼。ICC World Champions Team CTCA from Chinese Taipei。台湾的加油队伫咧2023年国际杯最高级组摕到金牌，好成绩。不过伫咧颁奖典礼刚开始时，却传出意外插曲，工作人员放着中国国歌，互选手和观众拢听个讲气。经过台湾领队提醒，大会才随改放送台湾国旗的歌。伫咧大会换歌时，观众和别个国家选手嘛伫咧台骹大声喊 TPE， 替台湾的选手加油赞声，这个场面是有够感动的。不过这场比赛完全无中国选手参赛，先怎个不甲顶打起？有人讲单纯是美国的工作人员播唔着国歌，有网友讲加油队国际杯明明都是亚运、奥运的项目，煞比对奥运方式进行，使用中华台北，这互结果外工作人员误会。台湾选手来到美国摕到金牌，煞发生一个意外，也毋过互你加载有经改过来。放上正版的台湾国旗歌，让世界搁一摆看到台湾的实力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